糖，裝日耀，嚟合埋先，係啦，打開啦。咦，點解呢隻腳全身影就得㗎啦？唔使點樣睇啊？影上去，再嚟個。哇！哇！糖啊！呢一級咧仲高過上次個級嘅同人講。莊日堯2歲3個月，玩平衡木。2010年12月12號，玩平衡木，2歲3個月，莊日堯為咗糖，鋌而走險，不惜一切，為要食糖，行得咁辛苦，都係要為糖。哇！落去，唔好識住啊！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哎呀，睇下幾高！哇，睇下睇，幾犀利啊！好啦，哈哈笑 ，hello。